为一，刚柔相合，混沌交接，通明。来，是这墙气数已尽，这不是结丹了吗？像是在遁术来着。这次道友结丹的动静闹得着实不小，险些引来星宫的巡查。这乱星海一时半会也很难安定下来。此前在外海猎妖时积攒下来的材料还有不少，准备炼制法宝吧。老夫听说，道友此前在寻奇异灵烛，此次被劫货物中刚好有一段天雷烛。赵某想请两位道友上仙岛，为我妙音门助拳。聪明，终究会反被聪明误吗？妙音门这次的本钱下的不小啊，连圆规岛的赤火老怪也请来了。诸位道友，贼人藏身之处就在这儿了，把我门下弟子命来！